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23，诗篇140篇7节安尼讲：主耶和华，我救恩的力啊！伫交战的日，你压在我的头壳。三角来祈祷，做愿救恩的力压在阮的头壳的天边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自有应有、永活永在、无穷无尽的至权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你的信息达到穹苍。你的慈爱到伫万世代。主啊，我要伫列邦中来称颂你的名，也要伫万百姓来尊你最大，因为你对阮的人民大过这的天，你对阮的疼痛永无改变。主啊，虽然外在环境充满试炼，虽然头前的路无明，虽然对敌常常出手攻击，总是主啊，你是阮救恩的力啊！伫交战的日，你的确要保护压在阮的头壳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